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法仙社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dy 啊。係啊，我對玄學啊、風水命理咧係好大興趣嘅，研究咗好多年，想藉着今次嘅機會喺呢個平台度咧，將玄學啊、風水啊、命理嘅知識啊分享俾大家。關於咧玄學命理啊，裡面咧譬如八字啦、風水啦、奇門遁甲等啦，都係按呢個五行為基礎嘅用途嘅。我想問下 Cady 啊，五行裏邊有邊5種因素啊5種元素就係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。係冇錯，亦都呢5種元素咧有相生啦，同埋相克嘅。咁樣相生咧，你可唔可以講解俾大家知啊？相生就係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咁 Jackie 相克咧？相克就係某個元素克制某個元素啦，譬如金克木啦，木克土啦，土克水啦，水克火啦，火又克金嘅。咁樣除咗佢哋5行元素有相生同埋相克嘅關係啦，亦都有顏色嘅喎。顏色啊，咁我金色開始啦。屬金嘅元素佢有金色、白色、藍色。屬火就係紅色、紫色、橙色、粉紅色。屬木就係綠色同埋青色。土就係啡色、黃色。水就係黑色、灰色、藍色。咁 Jackie 你講下5行嘅特質。5行嘅特質咧，按照咧金啦，金係比較冷漠啦，比較亮麗啦，亦都有攻擊性嘅喎。但係佢特質係剛強嘅，形狀咧就係圓形嘅。木咧就比較有生氣啦，朝氣勃勃啦，向上升啦，仁慈啦。佢嘅形狀咧就係長方形啦。火咧就比較快啦，迅速啦，向上飆啦，但係好有禮貌嘅。佢嘅形狀咧就係三角形。水啦就有起伏啦，大起大落啦，但係有智慧㗎。佢嘅形狀咧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獅子山啦，波浪形嘅。到土啦，比較穩固啦，唔喐啦，但係佢呢個特質係比較沉實嘅，形狀咧正方形嘅。咁樣Cady啊，除咗講咗5行嘅特質，亦同埋形狀啦，亦都有方向之分嘅喎。金就喺西面，木就喺東面，水就喺北面，火就喺南面，土就自然喺中央。咁我想問翻阿 Jackie，咁身體邊個部位又屬於咩位置嘅咧？嗱，我哋中華文化咧，尤其是喺中醫學上咧，都講求5臟6腑啦，亦有5行之分嘅。金咧就係肺啦、氣管啦、喉嚨啦、口腔啦、牙齒啦。木咧就肝啦、膽啦、神經系統啦、肢體手指腳趾啦。火啦，心臟係好緊要啦，血啦、眼睛啦。水啦，腎臟啦、耳仔啦、情緒啦。男女嘅生殖啦，男嘅就泌尿系統啦，女嘅就婦科啦。到土啦，就係脾啦、胃啦、消化啦、系統啦，亦都係講皮膚同埋肌肉嘅。咁 Jackie，如果我係用火嘅，我平時要留意啲咩咧？如果你係用火嘅，就衣着方面啦，着多啲紅色啦，但係唔好深紅色喎，怕有血光之災。但係咧可以着桃紅色啦、粉紅色啦、紫色、橙色啦，亦都可以多啲喺南邊啦，亦都正午嘅時候曬下太陽吸收下陽光，因為陽光都係屬火嘅。如果用水嘅人係要留意啲咩？如果水咧就着多啲與水有關嘅顏色啦，譬如藍色啦、淺藍色啦、粉藍色啦、灰色啦，甚至乎向多啲北邊發展啦，行業上
與水有關嘅行業啦。咁譬如本身係屬金嘅，咁佢金又比較少，係咪可以戴條大金鏈啊？你唔怕俾人搶咧，就戴條大金鏈啦。但係咧，基本上咧，戴金屬嘅首飾都可以幫助到用金嘅人嘅，譬如啲戒指啦、手鏈、腳鏈啦，甚至乎用唔一定係金燦燦啦，白金銀都與屬金有關嘅，甚至乎喺西方亦都可以多啲表達，甚至乎唱歌都係屬金嘅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咗五行嘅基本認識，詳盡我哋留待下一集再同大家講解。如果你哋有咩意見呢，或者有咩問題呢，可以喺留言區度或者私信俾我哋嘅，我哋會一一解答你嘅問題。係咁，最重要嘅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視頻，可以訂閱或者俾個 like，支持下我哋。多謝大家，多謝，下期見，拜拜。拜拜。